第一，伊沙克紐卡轉會利物浦，轉會費1.45億，16場3球1助攻，水土不服又遭遇重傷。第二，維迪斯利華古遜轉會利物浦，轉會費1.25億，23場1球4助攻，漸入佳境，收穫處子球。第三，艾傑迪克法蘭克福轉會利物浦，轉會費9500萬，25場11球2助攻，完美融入，係球隊嘅頭號射手。第四，奧蘭阿士東維拉轉會利雅得勝利，7700萬轉會費，15場4球2助攻，外租費倫巴治，身價下降。第五，石斯高萊比錫轉會曼聯，轉會費7650萬，15場2球1助攻，表現堪憂，無法融入球隊。第六，奧斯美恩拿波里轉會加拉塔沙雷，轉會費7500萬，16場12球，土超第一大殺器。第六，麥比莫賓福特轉會曼聯，轉會費7500萬，17場7球1助攻，物有所值，但係離隊參加非洲杯對球隊影響好大。第六，馬木殊法蘭克福轉會曼城，轉會費7500萬，15場1球1助攻，高開低走，未如理想。第六，沃迪馬特史德加轉會紐卡素，轉會費7500萬，24場9球1助攻，完美替代伊沙克位置，狀態火爆。第十位，古恩夏狼隊轉會曼聯，轉會費7420萬，16場3球1助攻，狼王進化獨狼，未達到預期理想。